遐中原普渡，大家拢咧拜拜，大家拢咧烧金，所有民众直接伫咧公寓的楼梯间烧金，最后都互人惊讲会危险，惊讲会引起火灾。不过目前呢，咱的消防法规是无规范到这款的行为。环保局讲，只要烧物件造成空气污染，就会当按照空污法来处罚。假使讲真正引起火灾，可能就牵涉到公共危险罪。 金炉柴遐烧金纸，火加烟拢真猛，带互柯先生看到这种情形真担心，因为厝边烧金纸竟然直接伫咧公寓的楼梯间门口烧，而且伊讲毋是头一遍。之前有一次看到是他已经烧完了，然后桶子放在外面。昨天这样刚好看到很严厉的斥责他一次。我小孩刚出生嘛，然后我们怕说，因为他在 公寓间这样烧金纸，会担心它会不会引发就是公寓里面的火灾。代志发生在咧新北市邦桥，柯先生讲尊重中原普渡，拜拜烧金纸，要过伫楼梯间烧金纸有淡薄超过，惊讲若无细力，有可能规栋厝烧起来。去甲因反映，厝边讲会改进。 这一定危险啊！楼梯间都不能放拖鞋啊、鞋架啦，也不能放花盆啊，更何况烧东西。不能随便这样，这公共这算公共，你要不会让烧起来，啊死了，下面人要负责。自警消甲环保局拢也无接到检举，虽然消防局讲消防相关法规即个若评定，无经过思考袂当伫咧产业引火烧，也无法律的条文禁止伫咧楼梯间烧金纸。环保局是讲，只要烧了有一粒一粒，就当依照空污法处罚。 目前依空污法的规定的话，针对烧金纸的部分，并没有那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呢，还是要去现场去明确确认它那个状况是不是真的有立状物。会归到空法67条，大概是1200到10万。如果不小心导致建筑物失火烧毁，或是造成公共危险，则可能构成刑法第174条各项的失火罪。有律师讲，伫楼梯间烧金纸，若无顺利发生火灾，可能违反公共危险罪。最后回闹传统的习俗节庆，要烧金纸，一定要经较安全的所在烧，较袂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